劳部里在地企业家马振雄今年中秋推出着公益礼盒，要甲卖礼盒的钱全部拢捐予单潮儿少家园，要来延续着单潮阿嬷行善的精神。为着延续单潮阿嬷关怀儿少教育的精神，在地企业家马振雄推出以爱家园做主题的公益联名饼礼盒。少年家园是阿嬷的精神，要照顾这么好的这个中辍生，那期待我们社会大众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爱持续的传递下去。这2年因为疫情，单潮儿少家园营运嘛出问题，所以特别感谢社会善心企业来斗相共。毛董事长其实非常无简单吼，长期以来伫公益的方面会做非常侪工作，尤其咱单潮阿嬷进前安尼来过身去，啊，毋过伊对咱这社会疼心甲爱心，啊，会使借着安尼机会来甲延续的。希望透过这个机会，会当延续单潮阿嬷关怀社会弱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